你要自我介绍进前呢，我安排另外一个戏出，吼，请阿喜来介绍，这位有偌厉害，伊开始。什么啊？伊无甲我讲诶，你出去，风讲我咱无讲的啊，阮节目录影毋捌讲的啊，讲一个长长透5楼，落雨时水哪流啊？阮兜无汉济讲啦，要安怎啊？你就讲这个偌厉害偌牛安就好啊。介绍一个，介绍一个。嘿啦，我连伊的名的代志我袂晓讲。跳过无要紧，直接讲伊偌厉这害。位吴先生，你讲看卖，我第一个名，你讲看卖。吴炳彭之一啊，你听起来敢若梧桐你要碰呢？五平我碰，好巧哦！哎，食我敢碰。继续偌厉害，这位金钟奖、金马奖、骂，金马奖，嗯，拢榜顶有名，榜顶有名，是吗？你也榜上有名。你就讲榜上有名。哦，榜上有名。连的迄个有人会使甲我叫车一个无？我想要转去啊！我嘛听到规身躯汗咧。真正。有我啊，祝老师捧过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吴冰峰啊。冰红哦哎冰，红特别拍破的哇！金光闪闪。哎，我是3年埔大汉的啊。哦，细汉时嘛是拢讲台语啊。有。哎，啊，私底下嘛是拢讲台语较济。你对着讲咱拄则讲迄台语有咩无去安尼？你有烦恼？我其实半年前人有甲我专访过啦吼。啊，伊问我讲，这啊台语愈来愈少人讲，你敢会烦恼讲台语会消失去？我迄想我回答讲袂，我感觉台语敢若含风草咧，就迄甲你写的，迄条衫迄种草啊。哦，啪啪掉那种啊！老师叫做什么草？我叫恰查某，恰查某啦。较一般人咧讲恰查某，我嘛有讲含风草安尼啦。哦，是。我就感觉台语就敢若迄种草诶。少年的时阵，文青的时阵有在写诗啦。来念一百好啊！念一首啊诗。迄个干天干地干命运干社会，你也毋是阮老爸你甲我管遐济。我咧选写迄首诗是有一种心情啦。我咧看人写诗吼，拢安尼咬文嚼字，要台语要安怎讲啊？老师，专讲一寡543，专讲就543，啊，伤过文艺啦。想个文不了。所以我一气之下，我就直接写这个本是你改，个本，这句是我加出来。你加出来我加。这句伊个片就看到，伊个片叫建本就我看到，我讲这句一定是你家己想出来。哎，这句是一我，般英文做袂到，这句是我家己想的。好厉害！你有捌甲迄个影帝合作过无？无，我有看过伊的片，伊的片，演的作品，伊的作品。啊，你无现场较诚意要求讲我哥哥有机会安那，对无？给，好你一个机会。我哥哥，拜托你，若是有啥物机会，然后麻烦甲我斗牵绳。哦，看成，人家讲看成呢。哎，恁两个敢无联络方式甲迄个影帝？无我头拄去甲伊拍招好了，伊一直甲我讲台语，我就先离开啊。有机会，这是咱的后一步哦。真正看成一下啦。啊，台语小练一下。嘿，我其实即摆足进步足济安尼。我想要甲你牵绳，结果你台语袂用的嘛是无效啊。有，我即摆有一直咧学，一直咧学啊。哦，对，嘿较直讲的就会进步啦。我已经伫要甲阮阿嬷掠来阮兜住，安尼吼。咁厉害哦！你阿妈是带来阮兜住，带来啦。带来。你能甲恁阿嬷带起来，请过来，我请阿嬷过来。请阮阿嬷过来教我，甲我大，教我带。长辈嘛，安尼尊敬。是是是。